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啊，新老师应该启蒙去设出一条作文题目，本他给写了，那个题目叫自我剖析。老师给我的评语说，像一条清澈的小溪，都连52岁，他用行下伊小溪流要汇集成一条大河，继续澎湃的流下去。也一讲小溪流慢慢汇聚成为一个平静的湖水，两个都很棒，很迷人。不管我俩的心情还是不甘寂寞，还是继续追到大江，往大江大河的目标迈进。陈运贤54过后在台南土狗创业的建筑师，后生的时节，伊从东山河清水公园的设计图，本佢考虑都冇考虑，就去到后山宜兰，一待就是20年。旧年热天通过後，佢接觸學校嘅建築設計，希望自家做得同在地嘅風土結合下一代嘅教育環境。面對人生嘅關卡，佢比別人幸運，聽得到心肝肚嘅聲音，未比別人勇敢面對無窮樣嘅挑戰。喺台南有一個土狗村，聽講一個鐘頭是有個400-500條牛嘅。一下因為水牛來田嘅任務，本機械辭退咗咧。水牛啲呀，就見來見看唔到嘅。不過有一日有神奇嘅事情發生，水牛轉來嘅。早晨9點的土狗村，一棟老屋，當初係因為有人的聲，就悄悄地響的。今天要煮什麼？今天煮涼麵。涼麵啊？對，哦，就是準備一些。涼麵還有菜就對了。對啊，最近這麼熱，然後吃一點涼拌的東西。還有味噌湯哎，那你要煮魚啊？沒有，那個是雞肉跟豬肉拌在面。這片看起來像一間普通人的屋嘅，其實係一間建築師事務所。比起家拋一筆咖啡提示呢，係一間事務所嘅頭家陳運賢。就當整理一下，一日的工作就會開始。這間事務所名嘅就很多水牛。7年前，吉天啊搬過來鴉片，開事務所加早期嘅人啊，村長也就是講有一個建築師，韓國一個老師搬過來，大家都親身從來想要做事情啊。像我蘇龍村長講，尋找老婆嘅做事務所，大家都親歡喜啦，我也一感動啦，看到安尼屋嘅哈，有做得來做事務所。細個夢想又都真了，細個在屋下，周邊鄰居大家都一相好，來去去，不設防的一個空間，也並沒重要。老屋嘅後背有一個廢棄嘅豬寮，一下佢引起水牛嘅地盤。水牛木工坊都給啦，也片呢。書誒哈，佢一般要做差不多9公尺長的長的走嘅哈，而家爭在幾百噸啦哈。家下就大家來上班開始就會所以親無閒啦，叮叮咚咚一樣樣，所以就1星期嘅所在。
陈允贤预估为等一下会发生嘅事情，也是喺事务所伫暑假期间举办的一个重要计划。一间仲海老屋，因为有一条后生人变得轻有发达。对呀，事务所的年轻人，一长哈，他们对自然环境喜好，韩国有创作力的精神的人啊，韩国喜欢乡村生活，没有特别来啊，要有高雄来，大部分都去噶，讲我来参加，所以叫新式的工作形态，思考啊，所以要乡村做创作。因为有一张神奇的布告栏啊，那2015许愿墙，就像讲啊，大家同事平常是不好意思用再讲出来的愿望啊，都写到遐上背，老板能来看得到啦。比如讲补修啦，有因的吸尘器啊，韩国大家涂鸦，现在涂鸦的色彩，自由的天地。而离开工作机会较多的读书，伫种下做事，特别是有勇气。吴明发对建筑内毕业过后，来到一片作为1年啦。我现在在做白河图书馆的模型，刚好做这个模型要来 starting 这个设计的方案。喜欢，但是我很笨手笨脚的，所以做的没有多好。我们老板他很擅长画一些手绘的图稿啊，他没有精准到那个跟电脑输出的东西那么的精准，可是它就是无形之中就可以传达出一个温度感。这跟我们公司要给人家的东西，我觉得还蛮相符的。半夜，农民伫田方顺悠悠的杨诶，伫那我一片飞起足疗嘅棚嘅底下，开始叮叮咚咚诶。因为这些木料是拿来做厨房的，就是那个五角形的。然后接下来之后进的木料是做那个长桌的，10米长桌的。从小跟爸爸到处去看建筑、看工地，觉得非常有兴趣。这是土沟厕所一廊，之前有去帮忙一起盖。它是一间，就是里面是一个厕所，然后外面可以展示一些东西，就是一片一片这样盖起来，觉得还蛮漂亮。片数2廊係水牛工作坊嘅第2號作品，一個暑假嘅工作坊竟然係第10屆。一開始是什麼都沒有，對，所以其實蓋第一棟的工具啊等等的，全部其實都是跟朋友借來的。那借來的東西就是會蠻有限的，所以當初也並不知道說，隔年還有第2棟、第3棟什麼的。對啊，3米6原本就是很過去。现在主要的那个梁柱都做好了，都差不多，对。然后现在就是等铁件来，我才会就是做最后的，就是角度啊等等。现在工作以的事情就搞本记哦，是好些，咱都不是太不是少了，搞本记一副经验的，很有才华。一條後生人都想愛親屬起一棟屋，陳允賢本記到當大嘅發揮空間。有機會後，即刻操作，
这个做东西哈，好像好建筑嘅人都有梦想哈，这个的希望。这边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有木工，就是木造工坊的地方。一开始我们对很多就是木榫工具的部分都有不熟悉，就是有工头梦姐带领我们，她就会一一教我们说，像工具要怎么用啊，然后那个木榫要怎么切才对。当年推出的作品，陈元贤对先同事务所的员工进行发想。在个对外展现有兴趣的大学生实体操作学习希望。去年做一只厕所艺廊，前年做一只小书店，又有书房，又有偏手，还有艺廊，都想讲我去一只户外的厨房啊，还有一个金鱼造型的重重的做的，还有要做的哦，我一张描都幸福的创作了。做一片，吃饭聊天，我3期的演做来饮茶，摄影来也比游戏，还有也5角平的户外厨房，很多水牛舞台。水牛1号、2号作品出现多种的风，两栋用树头起的屋，在暗道父母内屋同瓦屋当中，看起来特别无穷样。你们也可以先进去看一下，进去要脱鞋。像这一栋的当初的结构盖法会跟我们这次要盖的不一样。那待会去看另外一栋的时候，你就知道，因为我们第1年的水牛书店过后，第2年陈元贤再个发想的同片锁还有尼龙结合腔海想法。敏捷同类似高铁的腔盘，花了90日，以后一栋当有意思的屋嘅。特殊造型的片锁是一个尼龙的创新，建筑师每当有每个在片锁内背挂一部泥碰泥声音的 M 等 P 工的入样作品。木材设屋用其特别的魅力，上来爱睇嘅观光客。我是住在附近的，我带老师跟同学来这边逛一逛，常看到小朋友来这边休息或者是看书。这边有很多绘本跟小说。考量到3期的需求，木材设屋上来嘅唔单仅係觀光客，也成為菜天人當好來嘅地方。这个卷尺10米长，你就拉，然后再过去，再过去。好，你停。这里是10米，所以桌子差不多大概是这么长。建筑师一直很想要在这个空间，尤其是在这2棵树下，就是提供一个可以给附近的邻居来下棋、泡茶、聊天的一个空间，这样子。為來天嘅水牛離開嘅，希望嘅水牛來嘅，用幾條嘅方式回饋當天人嘅熱情，第2個鐘頭向下做盤。50歲之前，陳元賢經歷過哪條事情？做乜嘅佢會行到哪，出發到哪呢？嘉南平洋嘅風情，喚起陳元賢對龍潭老屋嘅思念。來到人生嘅半百之年，佢思考未來，思考要留下一些東西。故所佢下定決心來到一個所在。看到一種樹苗，木質要流出來嘅啊，因為龍溪塘啊，是我以前的老家啦，就從4月份4月份嗰邊嘅老屋做嘅，嗰陣時在龍潭溪退同嗰陣時很幸福嘅感覺。一早晨我跑出去做下駐茶用茶缸，有一隻水漿嘅中庭街坊鄰居川流不息。
算是唱怪，伊写课题毋是毋系嘛，伊转来替个神写课题。课题写，迄很有限的做用邻居的摄影的吼，都搞啥的啦吼，用啥的戏目啦，信号画图啦。有一次我去日本，他叫我说买一个画图的个图笔啦吼，因为我都已经喊出来呢，很油呢。伊讲个同好的，这两是有36色的，就感觉最好的。虽然同校画图，不过陈运贤从小数学读到清好，顺顺利利考到体育资源建国中学。在考太后联考之前，陈运贤撒有的义父。那时候都是考试取向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像我们当医生的，或者是当工程师的，有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想当医生当工程师，因为第一志愿就是要当医生当工程师，所以你功课好念得好，就是去当医生当工程师。他算是至少他自己还有想知道自己要什么。你那时候就只有填建筑，对不对？对啊。不过也是因为不一样，高中的时候功课比较差了，所以秋地唔对杨家赛的时节，陈运贤看到的美国有名的建筑师雷铁的作品《水在风的落水山庄》，本期看到就印象当深，佢隔天去报考建筑呢。这幅画是在画莱特的落水山庄，它是就是建造在一个瀑布的上面，然后非常的壮观。东海建筑的毕业作品组特，各中段先生推荐陈运贤加入日本双集团的设计行列。一个工作机会是在台湾的后山宜兰，一个完全唔系主流现行的素材。后生的陈运贤太担迎接一个挑战。他讲呀，东山河还有那生命之河，对我来讲吼，也大地方要来生命中去重要地方，等于讲也无一套研究所，也无出国也无一套博士的养成教育全部从宜兰也开始。双集团挖权土地同人性的设计态度，打开了陈运贤新的视野。普通的河川呢，以前很想要河川准头是堤防嘛，堤防是不是混凝土做的，是泥土做的哈。不过要东山河清水公园的计划，韩国双龙区的湖岸有从头到尾全部无共用的纹路用洗石子，用陶板无共用的大大小小的空间。26年前，台湾人正持河坝的想法，係同佢較多成分攞杯。宜蘭東山河清水公園剛完成嘅時節，台灣多方嘅人知道不可思議，人流水人類做得安全。嗰時，陳運賢就喺本雅店層層吸引。26年前，他搞就土木的觀念，還蠻有景觀的觀念。所以講，嗰兩成日將來宜蘭做條路架，我同學都唔了解嘅。好建築嘅人做嘛去做公園都咪也公園一步一步的成型以後，他開始講原來如此你做嘅事情，像我們行業咪唔定去做宜蘭都啲做乜嘅陳運賢喺宜蘭一待超過20年，田定雙集團拓展了佢對景觀設計嘅想象。一個時節，佢咪無停地旅行做功課，培養建築人的觀察。嗰陣時有一個年輕人就累積一當月存2000塊，一年數有2-3萬人元，就做得出去探險。嗰種年輕人向下去看建築、看景觀。去旅行嗰陣時，第一擺探險隊就去到中國大陸嗰陣時真開放冇結局嘅。第一擺去雲南哇，真的很感動昆明的風景，不過都未去到大理
金庸的小说《大理古城》啊，有点苍山啊，都爬到点苍山，双倍看大理古城整个全景啊。叶盛朗眼前哦，是青号发，年轻体力也不错哦，有机会就发。属下是观察同理解建筑的方法，来到土桥过後，一片的屋嘅未全係陳遠賢的功課。這樣翻下一種差不多10分鐘就發好嘅，比如講感覺到要廣場，要屋嘅頭前的環境很精彩，差不多幾多長寬幾多，你要記錄下來哦。能夠認識人去家居住的環境，要從觀察、發現開始。常會講設計，不只是用手了，還有用腳，用步行。身為嘅阿爸，陳遠賢自然就想去潛出每野花嘅圖，分享佢對生人嘅成功看到無限嘅想象力。這種是抽筍的很無聊啊，就放喺每野，每野所抽筍的款項，都未幾要放嘅呢。愛發幾個發很容易啦，幾發愛發都很容易啦。爸爸在看海，根本都唔搶愛啊，唔搶唔夠好，要一整期自由啊，這種我也有創作的天分這張我一直都非常的珍藏呀，4歲的孩子裡面給他發爸爸的樣貌，給帶上我講啦，就搶來了。不倒就是像我一樣啊，永不放棄啊，永遠堅強站在那邊，不怕艱難，不倒。1999年，92嘅大鐵通強烈震撼台灣，也從太災難未消息嘅國際好書貢獻專業投入救援重建的行列。嗰時，陳遠賢未來到南投，沙地亞地受到動態破壞嘅土地風，感受到當強嘅生命力。雖然講也鐵通後，新的高山還蠻氣候㗎，到操場後，主要搭棚子，到樹下。上課。陳遠賢未發現當地嘅水田係生人嘅變好了後，最後去搞水嘅地方。一台車按從宜蘭工作家屬買，1992年買，都未921地震嘅時間啦，一禮拜要走差唔多2零3零，到2趟試過來。我記得今年一台車就是差不多7萬公里。陳遠賢全力投入當地3間小學嘅重建，南投嘅水美小學也係真正係一個水田村嘅樂園。我的想法講，埔里一年四季如春啊，寒天也唔會冷嘅所在哦。上課做嘛一天都會抽90度。在喺位生人嘅地旁嘅大廈讀書，還係親友發達。陳遠賢打造戶外教室，唔但唱紀念當時嘅情況，未希望生人嘅唔冇受到限制。10年過後，轉到水美小學，學校嘅景象對大自然嘅考試大廈未有嘅變化。你畫哪裡？畫那個涼亭，你在樓上畫的，對吧？經過10年，大樹已經成林了。這樣的感覺哈，我給它下一個標語，就是水尾已成森林小學。因為這些樹都是921地震後才種的，那個時候地震完之後有一點光禿禿的感覺。它視角不同了，這個學校的最大的特色就是樹很多。
在后嘅小學重建，本陳運興開始思考下一代嘅教育環境，佢要完成嘅一個階段本自家嘅使命。真認真去做下學校嘅設計，能夠同學生嘅溝通，同老師溝通，迄種是愛上來是養成一個同理心的感覺哈。嗰30年我知道我收穫心態，30人些到40人些，建築設計和人生的邁向成熟期啦。馬然係一位水牛建築師嘅偶像咯，佢會學偶像嘅馬嘅精神咯。45歲，陳運興面臨到人生嘅另外一個關卡，要繼續建築嘅理想，還係去做先生咯？係講我開業，佢係受一種建築師執照呢。前面佢決定考建築師，係決定去到大家完全冇想到嘅地方台南。花了2-3年，同嘉南平陽鄉嘅總頭、水準、農家、上司全部行透透。也在比说很多金泽园，我再给点下也在公园的时间哈，有想讲，嘉南平原的风景，拿来做一设计的主题啦。头前做一个广场，好，也在广场是用嘉南平原当做背景，啊，韩国有水岸流过来，就倾向看到嘉南平原的风景，有水郡、流水有灌溉的田园这样子哈。神奇的是，陳運興拄好花嘅白球田，呼應一片紀念嘅白田211。日本土木工廠技師白田211，1920年駐托嘉南太準嘅興建工廠，喺烏山頭水庫向外拖流16000公里嘅大溪水流同排水路，本嘉南平陽成為台灣最大嘅米廠。八田魚一樣很尊敬的一個土木工程專家，因為佢嘅關係，80年來嘉南平原上有發圖變到一個大米倉。我沒想講80年前，八田魚改造了嘉南平原，話不可能為可能。還想有想講按用因的八田魚嘅精神，來到台南中央，話不可能為可能，跟土地好好的結合。有愛理想，同無可能化作可能，同土地好好結合，懷抱一個理念，來到台南的青年地輩，陳運興改造為10個間小學圖書室，一到平人眼中嘅小安呢，佢做到真快樂。比如講，啲嘉南小學嘅圖書室，佢作為一個秘密基地，為本身人嘅意外嘅歡喜。來到鹽水嘅文創小學，係個無講，還真經看唔出來，一片笨蛋係學校嘅作下。入面太太嘅落地窗，沒有建築師嘅用心。本來也到美術嘅無窗門看到有一條安泰的書誒我想講讀書的所在也唔是從地位度管人就想講也比你打開了聲音呢從地位度讀書也做得
吼，其他做点拿点书，都伫尾拄行到脑背来，行到树下来看书。不过也必须在较高一类的素材吼，本摄影的特殊要做得啦，表演讲故事，亲和的素材。面对每一间小学图书室的案例，陈运贤都详细做过地理考察，本图书室最挖掘载体的风貌，也挖掘生人的心灵。刚找到了太树下凉凉的吼，做相当的摄影的时间吼。放暑假甲美容也得摄影的通用，太树下快乐的暑假，无拘无束，永远童年。细龙潭国小，青岛太树的拢要通用太榕树下尾青岛雕的吼。要雕会上，那里是我们家的，那里是种香蕉的，就是土沟那里有我们家的那个，有种辣椒啊，然后我爸爸都去那里采，那边种超多东西的，那边好像种我们吃的东西。那边有种东西，种什么样子的东西？不是稻，好像有做茄子，有做茄子，有。小南奶那里有一间庙，过来看。绿色的稻田啊，然后也有金色的稻田，你们喜欢哪一个？金色的。也喺地土狗当天的运安小学，比托陈运贤进行路口高沙的改建，完工过后，完全变形嘅唔但唱係建築本身，還帶動嘅教育者對下一代教育嘅思考。聽聽聲音呢，就做得看到街道最好睇嘅秘密基地。我是很称赞这样的建筑，它是真正一所从土地长出来的在地建筑。一栋好的建筑来，会开启我们视野；一栋非传统的建筑进来，会让学生增加学习机会。對土地生出來嘅建築，又係乜嘅意思呢？比如講有操場，韓國有教學區，有差不多1層樓嘅高低差，用有1層樓高低差來做的學校嘅同環境結合嘅設計。要順後有隻劇場，因為係想把嘅學校嘅風景。來落來也學校嘅風景點樣度，利用也地形嘅關係，看到也全國唯一嘅開闊嘅田野風景。全國唯一發嘅田野風景，係陳運賢想喺本日到4年嘅禮物，咪係佢對農民表達尊敬嘅方式。做安陽人嘅設計啦，嚇，本攝影咧看得到，很呀田哦，一年春夏秋冬嘅變化。比如講春天播種，秋天收藏，韓國稻子的成熟的時間由開始發芽一直到收穫，安陽人的過程跟攝影提供農民的辛苦了。新校舍改完之後比較涼，光線比較充足。以前大部分是用瓷磚，还有水泥，现在有水泥，还有木头，有榻榻米，然后坐在这里看书，看累还可以看一下外面的风景。
愛學偶像不田意義同無可能化作可能嘅精神，愛體來嘅陳韻嫻用佢嘅方式，呈現藏下嘅聲音呢，呈現幾道想去同大自然共下嘅心情。事務所許多藏下，為模特傾正邊幕，建築師係唔係沒有自家嘅秘密基地呢？講文言建築師嘅邀請下，到禮拜五，陳韻嫻都會到台中嘅半廟堂參加幾道嘅評圖會議。江建築師他是真的是一個心胸很開闊的人啊，因為底下事務所反而要更開放，如果有完全不同觀點的建築師來參加討論，反而會對他們有很多幫助。沙定佢來到南投嘅台師學院總站。啲當天記下10年嘅學院站有3日行過嘅演講。2年前，陳韻嫻接受小鎮文創何皮卷嘅邀請，參與台師學院嘅2樓改建計劃。那還有一個重點是，將來這個2樓的部分，就是現在看得到那個陽台的部分，拉出去這一塊，出去這個路，希望說這個餐飲的空間可以延伸到戶外來。一整日過後，一片就會通工誒。這邊是一個倉庫的感覺，又變成一個很優雅的餐廳，對啊，很難想象。對啊，所以我就說我到時候我這邊就要好好把它記錄起來一下。這好像是一個，這反差會很大，會是一個魔法。對啊，這反差會很大。對，這邊牆面到時候都會哈，就是不影響結構安全的哈，會把它哦，你可以進來看，這裡更誇張啊，這邊可以讓它拍下。然後你看，這是以前司機的床，他們的臥室都在這邊啊。我們到目前還在盤點中，有幾台那個以前的老舊的卡式的那個收音機，舊的一些 CD 片啊，還有一些老的一些樂歷比較少的，那以前有比較舊的東西。王祖賢的那個，對，王祖賢那早期的海報，王祖賢的海報。因為我有把原來那個結構圖跟結構技師討論過，他一看就知道，跟我推測的一樣。因為他這邊同時，因為他也歷經那個921的大地震啊，這邊算很大呢。其實他以前這邊是那個台西司機的一些宿舍。那以前其實客運站是很熱絡的，因為在早期台灣大部分人都坐大眾運輸，多年下來，現在台灣開始大家都有車，鄉鎮的人也沒有以往那麼多，所以它的那個動能就開始不足。共享空間的改造，往往會有來自各界各種的聲音，一道聲音對一個建築師來講係最好的考驗。2年前就開始一直在討論這個案子了。帶東海的學生來測繪，我還把設計題目用這個當題目給學生，讓能夠有機會讓學生來參加。我是覺得陳老師給我的感受是，他就是很不像一般的建築師。你剛剛在談的時候，他會跟你談很多當地的文化是什麼，然後人文是什麼，產業是什麼。那這個空間如何能夠形塑出一個讓大家一進來可以能夠有一些對話的可能性？所以在當時我大概這個空間確定可以談的時候，那時候我就很主動的就腦中想到的就是他，背後最佳的一個建築導演應該是他。南投會做嘅產業真出名，陳韻嫻會同佢變做樣嘅空間咯。你可以想象以後變這個樣子嗎？我沒有想到是這樣子弄，我真的沒有想到，我只知道說用竹子。這個想法其實也不是我發明的了，就是他從編織的手工藝啊。它其實是一個獨立的構造系統，它撐起這個天花板，搭的座椅，對，這邊柱子在這邊，這邊一條一條的這種空間，可以好像一個小畫廊一樣這樣的空間，就是這邊，先由自己來啟動，
马上行动，这样这个才有趣了。对，想了半天都没有 action 啊，还不如我们开始来动。上岛的岩石秋的做，陈运贤做事情的方式虽然温和，不过轻健听，就像水牛汹涌。转到土狗，无限嘅陈运贤没有动到本七家变强送嘅方式。有上时，佢揾来寻好朋友，伊个做色调嘅老先生后家伙。后家伙最好雕后嘅，佢咪为陈运贤雕为一只本建筑师同爱嘅后嘅。即嘛嘛是你这个型，伊要一条迄落低头呢。嗯，哦，这啥人要滴？哎，银的石头拍一条。小玉的啊？无啊，这条莲花。啊，啥人呢？这条莲花拍。另外拍。那个是第1名的猴子，雕了一支笔。我的构思是，那个笔能够画，能够写。能够画出漂亮的东西，漂亮的图案，漂亮的图腾。你要感化，所以我雕的是那一支感化的笔。我来到到实在已经几啊年啊嘛，我咧拍伊拢足了解，所以讲我这件作品要讲啥物，伊好时伊就随会当意会到。不但是主音，佫会甲你鼓励。来大拜了鸦片龙老师聊天啊，一个目的也是哦，工作繁忙的时候，来对鸦片说真的很看外面的风景，让我真的强壮下来哦。一强壮下来，人呢一强壮下来哦，给他想法，给他创意是会做出来。哦，迄讲老师拢爱良才知音啊，爱他佢要鼓励爱要鼓励佢啊，哦，良才是一头的朋友。后先生木卡挪波嘅水池，咩係陳運賢同好閒閒坐啲下嘅所在，一片嘅視野當好，都好看得到大地嘅水田，水池嘅水草咩動靜。好啊好啊，放心啦。铅笔的东西，一支笔，一支笔上尾有只建筑师抽嘅唔啲上目嘅。结果下尾呢？下尾是一张有创意的建筑师。我觉得这个作品呢，真的很棒给我很大的鼓励了。意思是讲，希望要达标了所以在台湾最棒的建筑师。这边吸引人的地方是它跟很多大都市的事务所不一样，它就是有种惬意的氛围，有别于都市那种紧迫逼人的那种实习模式，就是像一个大家庭的运作方式，就比较喜欢这边。千年来，落伍啲水牛嘅港园下，变做一个实践梦想、创造幸福嘅空间。加班喽！然后老兵他他们都欺负我，这个，我只有这个不爱吃红萝卜，大家都知道。进场不是反而比较吃大块的。
对啊，大块切成丝比较多。对，我喜欢吃大块的，奇怪。二等食饭族，大家乡下食饭，係陳運賢最繁雅嘅家畜風景。你要見事務所，佢同後生人創造唯一嘅空間。地種下生活清閒，不過唔愛本一個正經有夢想嘅人，無踢大病嘅動力。人生都行得一般以上嘅哦，到底要都留默個下來哦，為到人哋下一代做事情。我們是積極參與社會啊，甚至再講哈，參與這個台灣的轉型的改造啊。雖然講係走鄉村，不過還像我愛戀下做的事情呢，是走在前面的，我有這個自信的。事務所的名係揾到水牛，原來有陳運賢最深的期盼。水牛是像老農用的啦。要老牛就有一種使命感，用老牛用的哈，佢喺度做田啊，哦，佢一早晨一放落就會順田水啊，哦，變到佢生命地位都會有責任和義務啊。看到老農民嘅生命樣貌，陳運賢期望自家做得像水牛，一條優雅嘅水牛。主要比看過藝術關子嶺，細細的是不是對水吼有特別深的感覺？比如講誒細細間木下就三合院嘛，吼有一個中庭有隻水江啊，老水間吼，老水下來間吼，就看，還是親好看嘅水的那個紋路啊，反正感覺到有水的所在哈，那就會放鬆。來到一個秘密基地，陳運賢講出韓式世界單純嘅快樂，使得半生人以來，佢做嘅水水嘅夢。年輕時代就有一張夢想，他嗰度提供有一個很有名嘅建築師人，安藤忠雄，佢年輕的時間哈，佢都從日本，北海道到海參崴。會開始走西伯利亞大鐵路，到歐洲去來看建築一樣。雖然講我哋的夢想未強用啦，還有3年的時間，做得去探險，唔管去哪邊探險都做得。